谢，祝你们将来一片美好，谢谢，白头偕老。一定会的啊。不要没事吵架就说要离婚，好不好？为什么会闪婚？那时候我们大家都吓一跳吧，吓一跳。我一旦凭感觉对了，就是会做下去。她现在真的非常漂亮。我现在每次要跟她拍照，就是因为我都很喜欢，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拿手机自拍最漂亮。然后每次我说，哎、我们来自拍，然后我就这样，我说等等，我说妈的不拍了啦，你太漂亮了吧。然后因为我老公看到她也说，希媛你怎么回春啊？